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天后誕呢一晚，西貢布袋澳村嘅村民按傳統習俗喺祠堂慶祝。布袋澳村呢一度住咗好多幾百年前由中國南部嚟香港定居嘅漁民後代。陳話6、7代嘅祖先都係呢度嘅漁民，不過祖先喺呢度冇物業，證明唔到1898年之前喺度定居。政府唔承認佢原居民嘅身份，咁多年選村長，村民都唔俾佢參與。雖然係非原居民，陳話好積極參與村嘅事務。好似起新嘅碼頭，佢都有份去爭取。個碼頭嗰陣時好差噶嘛，好似又斷又爛咁噶嘛，上落又唔方便啊嘛。咁啊，呢個碼頭方便啊嘛。你睇下，唔係啊，嗰啲船都泊唔到埋，啲遊艇啊，啲街島啊，咩都泊唔到埋嘅。大多數非原居民有份搞咯，原居民冇份參與㗎呢個碼頭。98年，陳話同村裏面其他非原居民告上終審法院，指非原居民冇資格投票選村長，違反人權。結果法院判非原居民得直。民政事務局為咗令鄉村選舉合乎人權同公平，建議引進雙村長制，規定所有鄉村選出2個村長，一個係代表原居民嘅村長，另一個代表所有居民。村裏面住滿3年嘅非原居民可以參選居民村長，亦都有投票權。今次政府介入鄉村選舉，同鄉議局嘅政治地位有關係。根據基本法，鄉議局嘅主席自動